习的机会。啊，毋知咱各位，同修吼，毋知有人敢会记住讲，旧年的年终嘛12月，嘛是互学来遮甲咱做学习的，敢有人会记住？哦，安尼袂歹哦。安尼是袂做卡合的，敢是？有足侪代志哦，咱咧想可能是拄啊好啦。啊，有时咱毋知敢捌去感受过讲，哪有遮拄好诶，安尼啦吼。啊，不过这是迄个题外话啦。因为我家己感受讲，哪有遮拄好诶，安尼讲，互学诶班诶课拢排伫下半年度，啊拢是上半年度，啊，着搁有疫情啊，啊后半年度开始搁解封，啊，所以互学拢较有即个学习诶机会吼，这嘛非常诶拄好安尼啦。啊，因为时间有限吼，我今仔日嘛是用一个题目来甲咱做一个参考啦吼。啊，即个题目吼是中心摆互互学诶安尼啦吼，毋是互我家己想诶啦。啊，这算有即个提供题目诶讲师所提供出来诶一个题目，伊叫做建立别人幸福诶家庭。啊，咱敢知影讲哦，即个题目互我已经摕着偌久啊？互我就是旧年交今年拢排即个题目。为虾米呢？因为旧年拢无啥开班，啊，想讲今年特动啊，稳当安尼正常开班，我佫无。所以旧年一年拢无讲到题目，虽然旧年的12月有开始讲，但是迄题目家己定，因为即个题目吼准备伫2022，要继续讲即个题目，所以讲当时吼题目家己定。结果到今年啊，又搁开始搁拢无讲。咱敢知影互我着甲厝诶迄个沈登和安尼讲啊，我着甲伊讲哦。即个题目吼，我已经摕着2冬啊，拢无讲着半课，所以讲吼，这培养这么幸福的家庭嘛，是啥人吼安尼想出来即个题目遮尔美好的幸福的家庭安尼啦？结果2冬啊，互我从来拢毋捌讲过半课，真正是培养并无幸福的家庭。结果煞伫10月吼。10月互我排着疑心吼，就开始讲啊，互我才想讲，培养哦也许嘛，阁有幸福家庭的机会啦，机会。啊，所以讲，这是互我首先叫咱做一个即个开讲啦吼。那么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互我伫即个题目叫咱报告的过程，再过来讲一寡即个开讲的话啦吼。为虾米讲互学会感觉讲培养并无幸福的家庭啦吼？咱家己看吼，这个怎么？要用点的，有要用点的，不能用滑的。这个可以。咱拢知影吼，咱时常应该拢听人讲话即句话吧，或者是讲。咱家己若是做不得已的时阵吼，嘛是会讲即句话咧，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捌听过即句话无？捌吼，因为针对即句话吼，是对古早就留落来啊嘛。所以我会感受着讲，哪里有幸福的家庭呢？每一个家庭拢嘛有一本念袂完、足歹念、无法度念的经。哪有即种幸福的家庭的题目安尼啦吼？这是互我为虾米会发出迄个感想的原因啦。但是既然即个题目已经定落啊吼，咱嘛是爱讲啊。所以首先吼，实在吼，以代志来讲无，咱必须要去了解的是讲，其实代志拢有分几若面啦。有一种叫做理想的理想面啦，
搁一种咧，叫做现实面啦。啊，若要伊讲幸福的家庭，伊才互我感受，迄是属于是理想面啦。以现实来讲，以实际上来讲吼，足难的啦。但是吼，自以前嘛流传一首歌呢，啊，咱即马家己听看觅吼，你听看讲，敢真正吼，家庭有法度，家庭有法度像伊所即条歌所唱的安尼啊，啊，咱嘛是轻松一个啦吼。第一个家庭，甜蜜的家庭，家庭真可爱，亲姐妹们有安好，姐妹兄弟很和气，不到自小。虽然没有豪华，却爱就会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房，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的恩惠比天长。咱听甲安尼就好啊。这是咪做非常美好吼？种家庭就像诶，除了讲伫人间有生老病死诶不得已之外吼，这就像迄伫天堂啊。咱阁有需要转去天堂？无需要嘛吼。所以即种诶场面吼，即种伊所写诶物件，即叫做一种诶理想化。理想化的物件，但是若回归到实际吼，也许有诶人诶家庭真正有安尼，但是咱会当讲哦，非常少诶少，毋敢讲拢总无啦，也许有啦，但是应该非常诶少数啦吼。敢若是济，咱就无需要讲啊嘛，着国家混乱，毋才有中心出来。啊，若太平，啥知影啥是中，啥是无中嘛吼。即咱知影即个时机着足无好诶嘛，所以倒要来救咱，倒要救咱，因为真正是弥勒祖师掌天盘，所以要营造白羊旗一个弥勒诶家园。那么真正是牵车带主诶修行嘛，交车羊、红羊无共。那么即个修行爱对对开始修。伊诶成绩要看倒，爱看家庭。家若是家济，毋则会当讲治国嘛吼。伊咱即仔所谓咧学习修行，就是安尼呢。人咧看是看咱诶家，看咱转去到家庭，咱伫佛堂学诶，咱转去到厝，家就是咱诶厝嘛。到底即个场面会变安怎安尼啦吼？所以讲，这是所引证的一个，属于是理想。咱就是要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伊到底会实现甲袂实现，是因人而异，就是看个人呢。毋是讲大家可能拢有法度，但是以这个可能性来讲，是大家拢做会到。但个问题出伫倒？出伫讲咱要做。甲毋做，佮出伫讲，咱到底会晓做，甲袂晓做。所以理想面甲现实面
我先做一个即个分析吼，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因为往往吼，咱拢会时常听人安尼做一个即个批评甲指教嘛，拢会讲，为虾米吼？你去佛堂哦，行的拢总是佛道，拢总是王道，但是若转来到厝吼，无共呢，啥时候无共呢？转来厝哦，拢行迄个霸道，为虾米咱会变安尼啦？因为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经歹念，若修行出家敢爱念，一定爱念。咱一个家经形成咱这个家敢爱互伊好，一定爱。但是哦，这内底是有方法的，所以今仔日好学，就是要来教咱参考这个方法。这嘛是互我需要学习的啦，因为确实每一家拢有难念的经啦，难念。嘛是爱念，咱的老师甲咱讲哦，难念你阁有法度念，安尼才叫做真功夫。人讲功夫有真诶，甲有假咧。有诶人出来哦，场面足大诶功夫哦，以早咱也咧看戏，看布袋戏啊，哦，黄俊雄咧掠布袋戏，即个安尼出来金光闪闪，随去千条，但是哦。功夫是毋是好甲歹，真正好爱等咧吼，处理落就会知啊。咱修行嘛是像呢，修行的功夫其实哦基本盘看伫咱的家庭。所以有的人讲啊，迄修行哦无效啦，就去佛堂讲足好尔，转来毋是个安尼。有时阵哦，咱若是无注意无，咱兜的人对咱就做反大的反弹。为虾米？你伫佛堂是一个样，转来厝哪个变咱呢？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巩固咱的基本盘，基本盘若无，啥物都无，敢毋是？是毋是？一间厝哦，伊咧拍地基的时阵，遐若处理无好，即间厝以后起来做麻烦的。共款呢，咱修行嘛共款，咱的家吼，咱若无甲顾好，咱讲要度人。救世，迄拢是讲假啦，嘛做袂好。为虾米呢？因为咱的基本盘遐先甲咱翻盘其实拢无去啊吼。所以伊即个题目吼，较叫咱用3点，用3个大点，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啊吼。伫大点内底，佮分小点来，甲咱做一个参考，叫咱做研究啦。我感受着讲吼，一个家庭要会当幸福。因为伊讲叫做建立嘛，哪像咱咧起一间厝，哪像咱咧种灵感，哪像咱要布丢啊，拢共款意思啦吼。咱即马是要建立一个好诶幸福诶家庭。我感受到讲，即个家庭内底人吼，第一点，身体爱健康，咱敢有认同即点？一个家内底若有人咧无爽快啊，规家内底是毋是拢袂平安？因为当然病有分大甲细嘛。当然啦，小病啦，你若像我感冒，拢无去咧医生看啊，拢去迄个药局吼，讲感冒你甲我无感冒啦，你甲我包一个吼，因为伊的症状就是拍甲像流鼻水，安尼尔。拍甲像流鼻水，就食袂消啊咧吼。会影响着别人啊！所以你甲看即摆疫情的症状无，拢伫即个呼吸道遮嘛。因为伊这要侵入，就是上紧的啊。伊这就是一个叫做像迄关口安尼啦。这茶免换吼，因为我总有啉茶哦。这叫小病，这足简单处理的。但是，人讲，这病吼分非常的济，尤其即摆病阁愈来愈济。若安尼，相信在座拢知影原因啦吼。病非常愈来愈济。以前的迄个，若细间的诊所是规个拢总看伊是内科啊外科，但是若分甲即个社区的病院啦，阁地方啦，伊个有分即个教学大楼啦吼，有较大较细。以前诊拢足简单，内科外科，内科阁分几科，外科阁分几种安尼尔。
即马哦无共，即马伫内科分的迄几科内底，佮分出去，佮分几啊科诶？为虾米呢？代表讲即马病吼，安尼，咱即个肉体无安尼吼，伊会出状况哦，愈来愈严重啊，啊愈来愈细微安尼啦，啊著像咱讲的讲时势就无共款，叫咱即个社会嘛无共啊，咱即个社会嘛加做。咱讲的老练吼，啊，咱即个身躯吼，即马嘛是加做老练的，无像以前很单纯啊。啊，咱以早期的社会哦，足单纯的，尤其是像咱即种淳朴的庄骹，即个田庄哦，搁愈淳朴。即马拢无共啊，即马慢慢，当时讲的讲渐变，渐，伊一直咧变化，一直咧变化。咱在座各位真诶，敢有种感受？应该是哦，佮较老一辈，佮较有种感受啦。你若楼顶发青少年班的迄个班员，发青少年，你无感受为虾米？因为因出世啊，就是即个社会啊，因出世看的就是安尼啊。啊，若咱应该爱做有感受的，咱较无共。咱像早期伫农业时代，啊来工业时代，啊即马工业佮2.0、3.0，那像咱的富国深山、台积电安尼。啥物7奈米、2奈米、3奈米，一直起哩安尼，是毋是安尼？啊，这理拢共款哦。以前的专家吼，以前的专家交真诶专家佫无共啊，专家非常少。以前讲拢总拄啊365项尔，即摆应该不止啊吼。真仔毋知365项，即条歌应该改啊吼，已经不止365啊啦。啊，所以讲即个肉体哦，实在是咱的道德经的老夫子就捌甲咱讲啊，我还初心，啊我爱初心。即个身躯吼，咱来晓用是会当成佛祖呢，成佛祖呢，哦，啊若袂晓用呢，袂晓用就当互咱破病就足艰苦啊，莫讲咱会去做偌歹拄偌歹啦，吼，身躯都互咱也袂健康无，迄就真正。通讲诶，惨嘛啦！互我以前嘛住伫庄骹咧，啊，阮隔壁吼有一家，因生一个囡仔哦，因一出世，咱讲诶，就是足可怜诶，伊就已经5不全啦。伊是规个囡仔吼，阿爸毋知会坐要互我袂记住啦，就是像咧瘫掉安尼啦，啊，就拢不全诶啦。前互我细汉就看到伊比互我较侪岁哦。伊比互我较早出世诶款，结果有一天哦，互我算转伊祖庙遐，迄个对人挂香，为虾米？互我诶厝吼，就有一个咧办挂香，有一个孙啊，所以互我诶厝差不多5嚿合一啦，差不多。拄我欠对一嚿无呢，欠花嚿无呢。剩咧佛教、基督教、神道、一贯道，规个拢有安尼就对，做做老力咧。啊，当然互我就是随俗嘛。家己诶厝内，啊，着带伊转去迄个本地诶迄个庄头，迄嘛算庄脚啊。结果因咧庄脚人哦，拢爱看闹热嘛，所以拢出咧大路边咧看这，因为闹热顶非常诶济着对啦。迄工场面算非常大啊。结果敢知影互我看到啥物场面？互我看到迄个囡仔佫伫诶咧。啊，你看因即家哦，因迄个家吼。因爸爸已经伊早互我知影，因爸爸已经走啊。啊，因妈妈咧，因妈妈有一天发生大车祸嘛走啊。所以因即个囡仔是靠谁咧甲伊照顾？是靠伊诶兄弟姊妹咧。啊，这互我等下嘛会讲着哦。啊，但是看起来，你看伊佫家己送来路边佫看闹热。讲起来，即个家互我以早看在眼内吼，虽然囡仔无啥物感受。但是伊咧甲伊照顾诶人，应该是有感受诶啦吼。这是伊一出世就安尼啊。啊，有诶人咧是到一半，还是讲中度或者种吼，拢无共款啊。但是只要都有人都无正常，咱就是拢爱一分诶负担啦。你讲家庭要非常诶幸福快乐，这是在个人啊啦吼，在个人。啊，所以互我咧讲诶是以正常来讲哦，当然有一寡例外。
迄无共，迄等下互我嘛报告吼。所以身体要讲究健康，咱知互我摕出来简单的2点，一点就是食爱研究，毋知咱有感受无啦？食物件敢爱研究？以前的人拢会讲一句嘛，人对食有研究的嘛吼，有的人拢会讲安怎呢？感谢点传师慈悲吼，我前来都还袂看到伊的吼，真啊竟然出现了。你互我算交伊足熟的咯，所以讲，互我单咧甲伊形容。所以讲哦，这食爱研究的人讲安怎呢？垃圾食垃圾肥啦。那以早期的时代吼，即句话袂有遮大的问题。那以前的时代来讲哦，即句话吼，茫阁黑白讲啊，无迄个咧垃圾食垃圾肥的。现在你只要黑白食，就随去爱看医生啊。为虾米呢？因为病毒足济。早期敢有？早期无啊。早期的病毒少，病毒嘛无遮厉害，病毒嘛无遮恐怖啦。尤其咱接受到即届无，迄个。什么病毒？新冠病毒了，咱会当知影。无遮简单啊！以前死亡率是较低啊，一开始咧传哦，咱愈要甲伊对抗，因为咱即嘛是交伊叫做共存嘛，所以对咱就较客气呢。以前咱是要甲伊消灭，迄当时的死亡率全世界哦，差不多哦，强强要接受一个世界大战死亡的数字啊。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甲第二次，这第三次已经拍过啊，毋知吼，咱有感受无？这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哦，是病毒的大战，死亡的人数有影是差不多以前的1半以上啊，还佫咧继续呢。这是真正世界大战的嘛？所以真啊吼，食就是爱研究，袂当佫讲垃圾食垃圾肥，因为吼，迄时代就拢无共款啦，有诶吼嘛是拢爱无共款。咱爱对着时代诶脚步，然后提升家己。咱即个活动吼，就是有即个好机会。咱若是要来求道来活动的话吼，咱就无即个机会呢。机会较无啦，是讲即仔嘛有电视诶，但是电视学诶三不顶啊。咱活动吼是专门一套诶题目，有迄个。讲师吼，有讲师吼，有博士啦、硕士啦、学士啦，嘛有博士博的安尼就对啦。嘛有博土的安尼吼，啥物拢报告，交咱做一个研究参考啊。咱加减参考，就加减2挂，这是袂歹的啦吼。所以现在食拢爱研究，像讲有时阵咱拢会讲哦，迄少年人拢毋捌嘛。当然，人少年人有伊条件啊。但是咱若要看到少岁囡仔，伊会晓去研究的哦。这有影有呢，互我捌看过，我也想讲哦，哪遮尔牛的啦？这到底为虾米伊若遮厉害啦？有的人虽然有研究，伊伫少年伊嘛是甲你黑白食呢。嘛有人是做讲究的啦。但是有一种哦，就是年纪若到，你就知。年纪若到哦，毋要食伤油，毋好食伤咸，毋好食伤甜，是毋是安尼？拢爱回归到淡，若敢毋听话，佫毋研究咧。以早吼，咱孝德就有一个人，一个人才。以早毋是人才，伊早期吼是因太太请考伊甲考，伊无要倒伊行，佮甲考甲会考，考甲袂考。到尾因为因兜有遗传的肝病，伊有对无？对着。尤其因的太太。太太算足亲的人啊，但是因为家家有一本足歹念的经嘛，伊听讲哦，买鱼啊啦，买肉转来厝个甲煮，安尼也可。这个太太足有福德的，修养非常的好，嘛度真济人啦。这个先生哦，安尼搞怪，安尼甲考到有一天，人讲考久你就袂考，食久你就袂食，这种事实的话啦。伊煞迄个肝病就开始啊嘛，开始发生啊。到尾啊咧，请考。到尾啊咧，伊肝病，迄那肝癌，毋知第几期啊吼。伊咧所食物件，完全袂当有一点仔油，因为伊的肝吼含一点油都无法度接受。就爱行到即种的地步呢。如果若较早，安尼毋是
咱若有研究，咱较早会当体会，较早觉醒，敢毋着爱行到即一步。好诶时阵，歹对伊太太行。好诶时阵哦，人足健康，迄楼梯天哥用走诶，身体汗臭足好诶。伊早会带阮高雄诶中顺诶款嘛，迄拢好公司。伊着无爱安尼行，到上尾也无法度啊。迄以早无电梯啊，阮谢老师因诶佛堂吼，爱爬3、4楼。伊已经规个人拢无啦，规个面慢慢拢咧反乌啊。伊迄楼梯安怎讲？一竿一竿安尼爬去哩上班，啊，搁要落来，一阶一阶的安尼落楼梯。这是事实的啊，也许咱嘛捌看过即种的事咧，咱何必得爱行到即种的地步咧？较早咱互伊提早毋好，提早10年、20年，安尼毋是非常的好吗？以咱凊彩若较有年纪的，咱来想看卖啊，吼，参考看卖啊。凊彩若互咱搁回等于提早20年，安尼是毋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哦。迄学仔以早咧爬楼梯嘛用走的咧，用走的，因为用走的骹较袂酸。你若当然凊彩爱安尼吼，但是一阶一阶的安尼爬起来啦吼。安尼其实以早互我拢想安尼较酸，安尼坐着走去哩，安尼骹较袂酸。啊，若咧落楼梯用走的落来嘛，较袂吼安尼退腿。啊，其实敢有影？无影，迄违反人体工学吼。其实你若身体状况无好，你骹会受伤。因为我一摆就是去爬山嘛，啊，就是要落来吼，伊就上山容易，其实上山很难呐。啊，下山难，其实下山哦很容易，啊，毋过吼就是迄个小腿吼会退腿，啊，退腿足艰苦的嘛，互我着用走的，我安尼一直走，结果走一个吼，佫较严重。走一个佫较严重咧，所以这逐项代志拢是需要听专家的话去研究的咧。因为各行各业拢有专家，咱如果要违反这个专业，吃亏的就是咱家己。哦啊，所以讲这是互我一个心得啦。这实在是爱研究的。咱若知影讲年纪若到的，伤油袂当食，伤甜袂当食，伤咸袂当食，伤咸袂当食。伤酸无法度食，因为伤酸食落喙齿就会软去呀。迄个咱的喙齿就无足健康啊。那安尼，咱若会当伫30岁、40岁，咱就捌即种的道理，咱就真正彻底知影即种叫做觉悟，啊，就来安尼甲做哦。这个人真正吼，一定比别人较幸福的，伊的人生一定比别人较好的，敢是安尼？啊，咱真仔。已经超过30岁、40岁、50岁的人咧，来学安尼毋着上慢啊，其实袂慢，因为早学、早知搁早好嘛。早1秒、早1分钟、早1点钟知，拢比慢较好嘛，对无？尤其年纪若是慢慢开始咧成长啊，搁愈需要较早知，是毋是？为虾米？咱搁落来看即个第2点，爱运动。咱看迄透早吼，互我一摆看迄脸书啦吼，有一个算讲，迄种新命咧闹咧，爱着大大，准备要接驾新命，爱大爱顾嘛，伊着困伫迄个大的嘛，迄算足大的大，搭一个台，伊着足忝嘛，因为母要一步足忝嘛，伊着伫迄个大的啊，倒下着困啊，妈拢无讲究啊，嘛无辛苦，伊伫高雄，因兜其实是屏东啊。结果吼，伊着迄个大带搭伫公园边啊，到3点无，伊着迄互拆开。伊讲，哦，公园竟然3点就人开始咧运动啊！伊着甲伊个朋友讲，你先经一下吼，哦，我先转来处理你的，较来替你的班安尼啦。3点、3、4点着有人去公园运动啊咧。啊，恁约讲种3、4点去公园运动的是少年人啊，老人。迄若还袂够老吼，就你毋相信。若以早我遐都想要笑的就对啦。啊，着老人啊，啊，为虾米3、4点嘛去公园啊？啊，着困袂去啊，啊，着困袂去，着规日出公园，
老老细细运动啊去找老人开讲，像以前互我去高雄咧行嘛吼，边仔有4、5个拢咧讲政治的啊，互我若行过的，就开始讲因着用伫咧讲政治，就找朋友找伴，开始安尼人生无较袂无聊安尼吼。就爱运动啊，为虾米？因为若年纪到，你阁愈毋动吼，就机能就咧体活就愈来愈早啊，身体就袂健康啊，敢是安尼？虽然这吼，大家拢知哦。为虾米？互我要阁讲这一定是爱咧讲的，因为人哦，要修行要创啊，拢是爱以即个身体为即个基础啦。身体若无好，敢会飞天，阁会撞地？无可能啊！你啊看美国的总统吼，甲咱台湾的张忠谋台积电，迄个伊真正是已经退休啊嘛，但是退而不休嘛，一寡大场面嘛是爱派出去。飞美国呢，飞一堆呢。有一届吼，咱的前年迄年吼，89、81岁，2019年，去坐飞机，互我甲伊问讲，前年啊，你安尼坐飞机，你敢会忝啊？伊讲足野的。你是为着道务呢？80岁老人安坐飞机安尼空中飞，我真啊坐着足忝的啊！莫讲是80岁，我拢想讲，迄有够熬的，有够熬的。因为我本身身体就较无好诶嘛，迄劳动啦，啥物真正是足难诶。但是到真诶，到真吼，就是知影啊，所以讲知影嘛爱照安尼做啊，做济做少尔，爱认真做啊，敢是安尼？若毋认真做，毋认真做，拄则互我讲诶，食亏诶是咱家己啊。当然要安怎请研究啦吼，这咱看电视啊，专家拢分析。要安怎运动，这嘛是专家拢会甲咱教，只是互我提出来即2项，即个重点。当然你个细节，互我就无要讲啊啦吼。这咱拢知，但是咱必须爱做啦，知无啥效啦吼。主要爱真正付诸行动去做啦吼。这是第一点，互我要甲咱报告的吼，身体爱健康啦吼。哈嘛，祝福咱在这各位前提内底，咱的负责人各位2位点凡事，身体永远拢健健康康安尼，大家拢身体互伊健康，安尼好毋好？非常好啦吼。希望哈嘛是安尼啦吼。这互我吼是互我是感觉讲，互我从以早身体就足无健康的啦，甚至来道场安尼学较深哦，身体颠倒是。当然一寡吼机能上伊的退化，这拢正常，但是伊大体上来讲，其实互我比以早较好呢。互我以整体上来讲哦，以早无的怎啊互我煞拥有呢？若是自然的退化，莫讲迄是自然之道，迄谁拢袂法度去甲伊违反啦吼。若是伫道场吼。有够久的人，就当了解，互我无咧讲白菜，迄是事实的啦。所以确实是爱研究、爱运动、爱去做一个，爱做一个，咱的前人有前人讲的，爱以早咱的前人拢讲爱得天公啦，爱得了愿啦，这绝对假不了吼。除了爱研究、爱运动之外，阁有2项，我无写落，爱得天公。爱得了愿，好汉哦，20几岁时阵听前人咧讲即句话，互人会感觉想要爱笑。互我想讲即课在咧，即课在咧迄个足艰苦的啊，搁要得天公得了愿，互我心内拢是安尼想的咧。毋过实际上敢爱安尼？是事实哦，就是安尼。有天公有了愿的机会，咱就甲伊讲好。咱就加减做，对咱来讲绝对是袂吃亏的吼。咱来，我再来甲咱报告第2点吼。第2点，想法爱正确。安尼讲，伊讲啥话，我的想法嘛拢非常正确。敢有人想讲我的想法拢做正确的？无嘛吼。但是吼，咱拢知影讲，我可能研究无够，我了解无济。毋过当代志若发生，也是咧讲啥，拢感觉讲我上对，敢是？咱敢是拢会安尼？一个家遐会有代志，敢若一个家内底大家想法拢正确，
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吗？袂嘛，迄就是一个家内底有代志啊，结果想法讲出来做出来拢无健康，安尼毋则一个家袂幸福啊。所以吼，我毋则会第二点感受就讲，一个家庭要幸福哦，即个厝诶内底诶人拢想法爱正确。啊，咱想看卖啊，囡仔想法敢会正确？有可能爱得囡仔尔。啊，少岁人想法敢会做正确？袂啦，因有专业尔。以想法来讲，交专业是无共诶啊。啊，啥个想法会较正确？无人敢讲啊，所以毋则会爱学习。互我提出来方法就是爱学。啊，要对学，就是今仔日来伫济公老师诶佛堂内底学，安尼才有可能达到即个幸福诶家庭。因为只要家庭内底，咱拄有讲嘛，兄弟姐妹感情拢做好，啊，父母爸母拢做慈祥诶，夫慈啊子孝，我即个家庭讲袂幸福嘛，足困难诶。但偏偏咱的理想所看到，敢有安尼？有时阵吼，即个现实离理想哦，阁有距离嘛。啊，咱即仔为着要甲建立起来，所以我才提出来即点的方法，就是讲想法爱互伊正确。啊，即点就是讲，咱爱学习，啊来使伊明理，安尼吼。啊，明理人讲哦，即个人做明理的哦，就是咱一定甲伊学了嘛。哦，即个人做明理的，啊，人讲。哦，即个人真正足反的就对啊！你安怎甲伊讲拢袂反车啊？你个圣人来嘛，无法度伊啊，敢是？啊，即个家庭一定就是无 OK 嘛吼。譬如讲，伊着酒啉落啊，咧啉酒啊，啊伫厝内咧乱啊，啊这谁来敢有效？警察来敢有效？伊含警察就甲拍，是毋是安尼？啊，你酒啉了，代表即个人的性咧乱去啊。酒的乱性嘛，啊，咱莫讲莫啉酒哦，有时阵咱无啉酒哦，啊，着无学习，啊，咱若讲话出来，代志做出来，就像啉酒安尼啊。有诶举倒杀人诶，啊，家暴诶，拍人诶，迄无啉酒呢，因为伊诶个性本来就安尼啊。安尼有恐怖无？足恐怖啊！啊，当然这毋是多数啦，这种少数。啊，迄当然内底吼，啊，着。迄个家内底为虾米家拢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必须要先提出来即个宗教上专家所讲的话，因为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咱毋知敢会认同即句话啦。啊，无冤无仇，袂结归求，拢无人咧接下一句呢吼。啊，是拢算讲讲袂出来就对啦。冤家路头下，冤家路窄啊！逐工嘛大做伙，办情会苦，人生的苦。讲师讲的话是因为迄是佛讲的，讲师是照即个佛经经典内底来报告互咱知嘛。伊袂黑白讲啊，伊嘛袂讲毋对，是咱坐伫遐听感觉讲会认同，甲袂认同，还是讲我真啊若咧起无明，无讲啥，我拢听袂入去啦。甲无讲，以前前年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吼，迄讲坐伫佛堂内底迄道理拢听袂入去无？伊讲迄就是有业障来甲伊耳孔暗起来。伊讲迄鬼啊会暗耳孔啊，啊，着听袂清楚啊。啊，为虾米？甲无爱得行功得了愿，行功了愿帮助咱消冤解业，爱互咱咧听道理着听较入去。较会接受，安尼咱较有改变的机会，咱的行为就做较会出来。迄若听袂入去要讲安尼做困难呢，因为咱有安尼个性啊，是安尼啊，所以讲咱爱学习啦。互我摕一个比喻啦即若伫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内底，台积电，因为互我知影，即间算较有名，像迄个。啊，真侪啦！啊，比如讲中共啦，啊是讲统一的啦，咱的，就是互我知的，这大型的统一企业啦，啊，就这较大的这，
因内底吼拢有干部有专家。咱想讲，迄普通一个人就当入去做因的迄个干部嘛，做因的你带头嘛，敢有可能？无可能啊！迄拢是专业入去的咧，迄拢爱考试入去呢。啊，伊对即个对作势开始，搁爱时间，互伊伫公司内底累积，才会做科长、做副理、做处长、做啥物长安尼呢？迄长拢翘骹，咱敢知影？咱看迄个长安怎写？迄个长吼，拢爱翘一支骹咧。就代表讲哦，伊就安尼专业学起来啊，较轻松啊，伊就是一个专家嘛。敢是安尼？敢有人无代无志就去做台积电做迄个主任吗？啊，做科长啊，爱做啥？无可能的代志。啊，咱来看咱即个咱的议号哦，青湾山。啊，咱看咱青湾山，咱若有机会去转去咱的大家庭，是讲3年拢毋捌转去啊啦吼。2020、2021、2022啦吼，啊，明年吼2023就会当转去咱的大家庭啊，因为咱都要交伊共存，安尼就较无代志。你毋交伊共存，你要家消灭，你就要爱你的名，要爱咱的名，安尼就对。啊，这是尾啊专家研究出来一个好方法安尼，啊，这嘛叫和谐啦，这嘛叫和谐，嘛叫爱想啊。让爱飞翔安尼啦吼，啊，你着莫想要甲消灭，毋过一开始咱着无法度嘛吼，啊，着消灭袂了了，慢慢，啊是去研究呢，啊去学习呢，较知影讲哦，爱用即招，啊若无真正吼，世界代志永远拢袂停呢，差不多战甲哦变世界败，你战甲哦，真正是天昏地暗，战甲毋知要到啥物时阵安尼，啊，所以迄项去研究，这专家研究呢。所以咱爱尊敬专家，专家离开歹有诶无诶，迄着无啥物营养诶，迄吼，迄咱着当做咱毋知啦。啊，若无各行各业诶专家，实在是值得咱去甲伊尊敬。所以，互我做爱甲因讲吼，咱这拢吼专家学者呢，尤其若面对咱楼顶诶青少年哦，因咱拢是未来诶专家学者呢。啊，当然因所学的是社会专家啦吼，甲迄种学习啊。毋过以道场来讲哦，咱道场就有咱的专家甲学者咧。啊，伊嘛像互我拄则讲的，对于啥白衣啊、扫便所、留涂骹啊，对人才开始做，做民警啊，徛讲台啊，操兵啦吼，无所不至出国啦、渡人啦、访亲啊，做。这到尾啊吼，咱新元山等于后壁嘛有一排，咱有看到无？啊，咱凊彩才是坐两边的啦吼，因这拢是安尼做起来呢。到尾啊，因是在道场内底叫做专家学者，迄相当因的经验哦，甲因所拄过哦，迄真正互我咧听，感觉讲哦，足够诶，因为咱若是无徛因做伙，亲目睭看着吼，咱无迄个感受诶，啊，互较拢是。安尼对，安尼看，感觉讲哦，因遮足够诶，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咱爱听专家诶话，咱爱听有经验诶话，到尾也是大家开智慧嘛，爱听有智慧诶话。啊，咱真正讲师所引用诶经典啊，千经万典，这种是有智慧诶人所讲诶话。你若心内想讲，拢无影安尼吼，安尼代表吼，安尼不 OK 呢，不太 OK 啦吼。啊，所以讲爱学，啊要安怎学？啊，就像安尼学，爱认真学，会记会开，就较记。像讲互仔吼，就爱读经典，爱背经典啊。啊，说吼记诶，就当用咧，有法嘛。哦，人讲吼叫啥物？有法力，法就有力量嘛。像讲互仔吼，若去起科，咱捌去过起科无？爱去可能有诶人惊伊诶声无，伊毋是用一种迄洗牙机啊，咧用喙齿诶啊，迄声足大声嘛，啊足刺耳，啊有诶人足惊呢，所以伊拢毋爱去去考。伊讲我听到迄个声就惊，伊感觉喙齿放互歹就对啦。啊，毋过吼，咱诶喙齿总是会歹嘛，爱有问题，啊爱找专家啊，爱去找牙科处理。哦，爱去考吼，实在是无开我喙拢安开嘛吼。啊吼，搁即个若后呼吸道无解好，阮住伫高雄的，啊，种个体质拢
拢过敏啦，过敏就是鼻啊，啦，都拢不 OK，去起个哦，真正艰苦诶，安尼喙爱开开。迄个时阵吼，迄个时阵，学校拢会做啥物代志？人咧想法内底，学校拢开始啊，开始用法律啊，开始就是心内想不离真经。以前较粗啊，较早哦，是拢想老师啊，你来救命这讲老师啊。即马吼，拢伫遐想观自在菩萨行，就开始背心经。你咧背心经，你来想啊，你咧想吼，你就会医专，即个医生哦，伫遐咧甲你处理，有时会酸啦，会疼啦，是咧啥足恐怖，伊会转移咱的注意力，安尼咱的苦会较少。当然上好是有诶人就拢袂惊吼，自在如如拢无碍，迄种诶功夫上好啦。如果若无即种功夫无，咱的想法，咱种咱就是爱学习。这做有效诶呢。尤其我若是讲观自在菩萨行，去发这波罗蜜多，是照见五蕴皆空。伫遐背，伫遐想，就是讲，所以我真爱咧用喙齿，所以我袂当感觉艰苦，我袂当感觉安怎，着家己会说服自己。这嘛是有效啊。以小来讲，安尼一直厝诶，若到大诶咧，同款咯，用久了习惯，你就有即个能力啊。迄能力吼是培养诶，能力是时间甲咱养成诶。所以人讲老诶较有老经验嘛。这经验哦，这少年诶毋听嘛，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像我边仔就有一对相生啊嘛。相生人拢讲是阮祖囝，其实就毋是啊。伊就阮内手会做，阮领啉的祖囝，伊拢对互我啊。伊少年嘛，互我年纪较有，有时咧甲互我分享啥物，互我甲伊讲，伊互我的心得，甲伊做一个参考嘛。伊要听毋听诶，决定伫啥？伫遐，毋是伫学校啊。连讲咧，互我甲伊讲，你若毋听，你莫哀互我听哦。我甲你讲，你若毋听，你连讲若安怎，你拢莫哀互我听。如果有一天伊若哀互我听，我甲伊讲，哎呀，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在眼前呐，你拢莫爱听种话。迄叫做经验嘛，其实迄叫做经验。迄嘛拢属于正常啦吼，人之常情。因为咱必须要跋倒啊，才知影讲哦，连讲我咧行路爱注意，连讲爱安怎。你若拢毋捌跋倒过咧，袂注意啦。是安尼吼，所以跋一倒，会捡着宝啊！上惊是跋倒，就一直咧跋倒，安尼会受伤，有诶是医袂好诶吼。所以学习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咱只要一掌握到即个时机，会当开班。为虾米？因为要提供大家学习的机会，袂当中断咱的学习。因为人若无经由学习的话吼，人不学不知义啊。人若无学吼，实在着。我讲一个比如哦，因为咱的树林经理吼，伊早就坐伫互我的后壁，伊就交互我同学嘛，拢咧读经典。伊吼，阮就讲，互我做拍桌球的乒乓球啦。伊讲，伊先生讲是咧教桌球的，教练讲吼，真正是去找着人啊。互我做爱拍乒乓，但是我敢袂晓拍，袂晓拍啦，那乌白拍呢。拢伫遐捡球尔，捡够忝的啦。因为对方袂晓拍，我嘛袂晓拍。互我着拢招相生去拍，要哪会晓拍？伊甲互我讲哦，迄咧学桌球爱买一只发球机啊。我拢感觉讲哦，迄专业的呢。我这个业余的，在咧拍运动健康的尔活动。结果吼。我着拢看人比赛嘛，看人个国际比赛，看咱个国手比赛。即下台湾上红的林云儒嘛，交互我共生，互我交伊共生安尼啦。伊住伫宜兰开始学，互我拢，互我无教练拢看咧安怎拍。结果真仔互我去拍无，技术真正有进步。即马真正会晓拍球，咱敢知影？你互我拢安尼练，会看迄个影片安尼练啦。真仔的科技，只要你肯要学无搁宗教嘛共款。
啊，因为互我算交神灯好拍，啊伊吼拢感觉互我拍也无力啦，你接足简单嘛。可是我就是头练啊，是嘛？即几工啊尔，互我去学着安怎拍球，结果互我即马8个月，伊拢接袂起来啊。为虾米？迄个一个方法啊，所以伊咧有正确甲无正确较有重要，最重要。互我示范一个互咱即个做参考啦吼。这是以此类推哦，咱的学法嘛相像。人讲吼，你理念若正确无，就倒不了，袂倒啦，安怎考拢袂倒啦。理念若无正确咧，厝诶就倒啊，一个风吹草动，家己先倒。拢毋免人甲咱安怎，迄就是关系着咱的想法，咱所学的有正确甲无正确，啊有正确甲无正确差有够济，啊毋过吼，伊是一个安尼作味，是人讲一个美工尔。咱敢捌看过人拍乒乓？若毋捌看过哦，听我讲就好，啊若捌拍过就较好体会嘛。迄乒乓着手起安尼拍嘛，啊若咧拍球咧。因为伊有倒手交正手，我是正手，我是安尼扒，安尼扒过安尼无，球歹客安尼种球来嘛，安尼扒过安尼哦，水滑，安尼扒过啊，手安尼扒过，啊敢扒会着？袂拢出去，啊出足济力咯，出足济力，安尼出球啊拢出去，拢输1分。迄个有一工哦，迄个算迄片我有甲伊订嘛，爱着传来互我看啊。伊讲哦，咧扒球毋是，伊着画一个叉叉扒球，安尼叉叉，你手起安尼叉叉，啊正确打勾要安怎扒，咱敢知？即支球歹对无？你摕伫遮安尼扒落，哇，无效。即支球拍爱摕较下底，啊大啦身躯甲顶当着，安尼。规身躯啊，就对，挂手挂规身躯，对腰遮哦，伊是用腰身躯咧发力咯，安尼大咧8过 ，Oh my god！ 迄力量哦，差不多加买5倍啊10倍，无共呢。咱敢讲我知，啊你着晓安尼扒，袂啦，毋知练几工诶，爱练啦，爱安尼练啦。爱真正有迄个场所甲运动，互你练啊，敢是？啊，咱囡仔就是咱若有当听着你学的，我拢知啊。啊，对，要互咱练，咱兜啦，咱的朋友啊，咱的六亲啊，因为即仔叫做大普渡的时阵嘛，即个佛堂大开，有缘快来，咱的普渡，所以咱会接受，咱无出家。咱会接受六亲，咱的家庭，咱的朋友，咱的公司，这特别互咱练，互咱练甲功夫真正会。啊，所以当要练的时阵，方法就爱正确，首先方法爱正确，再来有场所互咱练。啊，相信咱的佛堂听的道理哦，无讲师家伫这公外物的讲台伫遮胡言乱语。胡说八道，无人讲。伊讲的拢是讲经说法，借经典、借圣灵、借故事来比喻互咱听。啊，所以咱吸收到的，应该来讲，拢是正确的法、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法门。那么，真正欠的就是，当咱去公司上班，当咱交咱的六亲，交咱的即个夫妻。啊，即个家庭内底的人咧做伙咧生活的时阵，是毋是会晓去甲伊用？是毋是咱若大声，啊，咱安怎？哦，伊才互人感觉讲，哪有遮厉害诶？你大声，我比你较大声。你讲安尼哦，我比你佫讲较济。哪有人大声，咱就会细声？结果毋是人大声，咱细声咧。人若大声。咱就无声，由细声进入到无声，因为功夫拢爱进步啊。迄个拍球若互我一直拍哦，足厉害呢。互我甲陈登和讲，你毋好阁拍来我的正手位啊，这是专业名词啦。你球毋好阁拍来我的正手位，你要拍来反手，因为即个功夫我已经学的啊。所以我即摆咧家拍拢用反手，因为用正手伊就像要扣球啊。
伊就即仔佫买个功夫通去抵抗诶。我讲你爱去练啦，爱练啦，爱学啦。事实是安尼诶，所以我拢用反手，有小可让伊呢。啊，就安尼啊，所以拄则我讲啊，厝诶囡仔伊会明理吗？无可能啊！厝诶少年诶伊会明理吗？无可能。厝诶做老诶老人，伊都无请咧学习诶，伊会健康吗？袂啊！安尼啥爱让因，知影诶人爱让因啊。因为吼，会当用人诶是大嘛，即块地皮啊，哪有可能去用一桶水，一桶水来用即块地皮啊？对啊，大。会包容细，啊细敢会包容大？袂啦，迄个底袂落。咱讲诶讲，我即口气都吞袂落。所以，互我其实讲到遮吼，嘛爱来休息一下，咱来听即首歌啦吼。伫学习内底，互我感觉讲有两个方法，伊会足快速，互咱进入即个。咱若大声，啊，咱就会无声哦。就是咱爱学会晓感恩，爱学会晓知足。因为其实哦，比上不足，比下有剩啊。虽然你甲咱讲一句话吼，其实咱爱去想讲，伊还袂甲咱拍啦，敢是？咱敢会安尼想？这是知足的哲学呢，这叫明理呢。伊还袂甲我拍啦，迄有诶人哦，一出手就使落啊，咱敢知影？骹就站去啊呢。伊单甲我安尼讲尔，安尼吼，无严重啦。迄就是思想上的一种的转化吼。啊，当然这道理非常简单啦，只是讲咱是毋是有即种的功夫啊？好，咱即嘛吼，谢谢。有啥？佫稳呢？哦，伊安尼互我个心动袂起呢吼。咱来感恩，非常的感恩哦！伊行迄茶冷去啊，我啉着冷茶吼啦。咱来感恩，啊要安怎感恩呢？咱伫歌声内底吼，伫人咧唱歌内底，去体会内底道理出来，这嘛是人的经验啊。事实伊嘛会发生伫咱的即个身躯顶啊吼。永远第一名。是大声人就会惊，真侪代志经过我才知影，天甲你比输赢，即马甲你比感谢，是苦强才叫做勇，时间磨练出温暖的笑，以前甲你大细声。真甲你牵手行，心的转变，爱的表现，未来才慢慢啊看。天天大，流泪大，阮的心永远第一名。山山的远，一种特性，无需要批评。用的心永远第一名，有风的雨，你笑才有保。因为时间上的即个关系啦，所以咱下一届就好啊。
啊，因为有风有雨。为什么有风有雨？咱的一生较有保。因为若无风甲无雨，咱人功夫学袂起来。咱一定要有对手嘛。互项若无对手吼，迄拍球袂进步啦。啊，因为有风甲有雨啊，所以咱才会想方法嘛。啊，一个家吼，就是安尼形成。啊，当然这内底是一种因缘观呐。以早要修行哦，一定要有五庭心观嘛，佛陀咧教人修行。那么第一关来观因缘呐。啊，咱即仔白羊其算拢无咧讲遮深啦，啊，毋过拢用这白话来咱叫做一个分享啦。人间哦，其实因缘果报啦，啊，都有善缘，有恶缘，甚至咧有孽缘，哇，真正是足无奈的啦。但是咱的老师甲咱教啦，无论是善缘，一定爱善良；恶缘呢，恶缘嘛爱善良。啊，若孽缘呢，更加爱善良。因为咱若是以暴制暴吼，迄毋是解决的办法，迄永远吼伫遮轮回呢。你甲看为虾米严重吼，就安尼爱人的命，迄已经完想拢叫做深啊呢。迄毋是单即世尔，咱看即世因两个根本都无啥物代志嘛。但是咧，人的因果通三世，咱的前世、今世，吼，迄真正是没完没了的轮回呢。当时以早台大有一个学生哦，应该是台大的，迄读到台大的专家甲即个学者呢，以为伊读伊的女朋友安怎读，咱敢知影？相信讲师咱捌讲过啊，啊，伊今世啦，讲因两个都个遮少年的，哪有啥物大运，哪有啥物大冤甲大仇啦？甚至因两个都是即个男女朋友，但是咧，却是爱伊的命，而且迄是非常残忍的。咱莫讲伊来讲，以今仔咱所看到的案件，拢相像呢。咱如果若无对因缘观入去，咱袂接受的啦，咱绝对袂接受的。因为吼有无相生，咱看这有形的，后壁阁有无形的，咱必须要去甲伊研究出来。啊，伫佛堂内底，就是要甲咱报告这无形的，确实非常的厉害啦。这无形的，咱若无去了解着，咱永远一股气，一个怨，永远大声第一名，永远都是迄方法拢毋对的呢。啊，若伫咱佛堂拄啊倒边呢，感谢慈悲哦，对，你上高哦，对，我做阿慢呢。伊互我凊彩来讲，互我学较凊彩，感觉讲哦，互我家己的手机啊内底写来讲，余生吼就讲剩落来的人生吼，当一件代志足重要，爱着就是爱忏悔。余生吼，唯一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忏悔。为虾米？真啊回想在过去所犯的，咱前年讲的啦，火过班要到啊，像今年所犯啊，当今年呢，所有的罪过错啊，家己头淡淡啊，家己想想的。哦，对真啊开始想过去哦，迄罪过错吼，定个塔呢，啊拢毋捌嘛，啊到真啊。捌啦，就知影通忏悔啊，就知影通毋对啊。啊，拄则迄歌内底就是安尼形容，伊的家庭为虾米哪会改变？因为因尾啊，伊才知影讲，感恩的心是永远是第一名，毋是你外高讲，你外高共呛，你外高啊，那种迄拢是上尾啊名。善良的心永远拢第一名，所以咱学感恩。学善良，学知足。啊，人哦，要感恩，要善良，要知足，用讲的足简单的，咱是真正落实的，非常落实的啦吼。啊，要安怎落实呢？这人讲哦，叫做个人咧爬山哦，爬山敢有人，我都替咱爬，各自努力啦。会当爬到对，就是爬到对。啊，像以前互我一个妹妹哦，叫阮去爬迄个高雄的寿茶山啊。以前阮妈拢叫伊高山，因为迄山拢高的，抢人的物件哦，你拢会当看着高。阮妹妹爬过无1/3的，伊就讲这下我无法度啊，伊就鼓励伊啊，爬袂起哩呢，爱着伫遐等完啊。现在呢，会当爬到对哦，拢是家己
家己的能力。啊，阮妈哦，70外爬第1名咧。你做事的人身体偌用，你敢知？哦，这筋骨操甲拢有头安尼。哦，爬去你上顶悬啊，看落来，因为迄拢是有悬有低嘛，伊就离阮一段路啊，看落，佫看会着伊讲，我担袂哇，恁啊，行遮慢啊。哦，安尼有连有差无？以前阮一个头家无，迄算学历厂商啦。啊，我甲带转去西庄看人咧挽菱角啦吼，啊挽菱角爱安怎挽？敢是起来安尼挽？毋是爱安怎挽？啊，有诶是坐船啊，坐啥？迄挽较袂济嘛，一定着是屈落诶。啊落，伊互穿捌过，捌看过。伊讲哦，我甲你讲，因这庄骹人吼，腰子拢非常好诶。腰子啊，肾脏啊，你看，恁练拢是有专业较有功夫。这是题外话啦吼。啊，所以吼，真正是爱学这啦吼。啊，要安怎学功夫，家己练啦，家己练吼。啊，这点，啊，当然练到尾啊吼。这个8万4千的法门嘛，啊会使咱名利。啊，若名利我就妥当啊。名利搁落来吼，啊若无名利要安修行，要安修道，所以是先学嘛。啊，搁来第3点吼，我要甲咱报告就是，来着爱修啊。迄名利是知尔啊，修是真正修理哦，金丝是迄种叫修，咱敢有知？第真正吼，伊啊真正排落呢，啊伊啊都逐项的一条一条真正辅助咱的。力量辅助咱的内心内底，你会想安尼真正咧做，一步一脚印，爬山一步一脚印，咱咧爬，啊，搁一步一脚印，咱咧落落来的呢。安尼身体操的筋骨，毋才会灵活，才会健康。啊，像阮妈以前细汉啦，做习做惯势啊啦，爬山对伊来讲哦，伤简单啦。啊，伊迄着足好做诶嘛，迄算女强人嘛，吼。啊，所以功夫个人拢无共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个人能力偌大，伊就当培养偌好诶功夫出来啦，吼。啊，所以个人家己练，莫讲甲偌深诶，咱着讲练感恩，练咱诶心诶善良。有可能你看到一只家犬，嘛袂甲打死；有可能你嘛不忍心去。厝网啊水，啊是，就是交伊共存呐。一粒慈悲的心呢，一粒善良的心呢。阮兜的家蛇交互我拢好朋友呢。啊，但是阮兜做这家蛇呢，为虾米？你爱七佚佗进去啊，你物件无黑白顿啊。啊，家蛇就一点仔味就来啊，你爱知影较正常啊，你不要他的命啊。其实你看到你就去比起来，伊也毋敢亲冤难啊，伊拢是等咱无伫才出来诶。敢毋是咧？这有名利无利，无名利，尤其你若要甲抬愈济啦，这做微妙诶啦。啊，你得想办法看是啥物原因，拢互安尼做舒适诶。咱敢捌看过佛堂遮有做者家蛇？咱捌看遐做者家蛇无？啊，拢伫对看做者家蛇，走骹啦。啊，遮甲斗骹有啥物差别嘛？咱去想，就知影啊。是环境的问题，毋是家蛇的问题嘛。阮兜的家蛇伊就无所在通个薰啊，为虾米？啊，就无味啊，无味家蛇就袂来啊。一半只呢，毋是完全无为虾米？因为灶骹总是一定会有迄个有油有味，有迄个酸甜苦辣5种的气味，加减减，啊，搁迄个水空啊。咱倒水落内底拢有味，一定会伫遐嘛。其他的所在伊拢处理好，其实无啥物加错的啦。啊，一半只你嘛不要他的命吧？你嘛是命咧吼。你敢捌看过迄加错狗呀？你甲吐伊袂走诶？伊讲不要紧啊，无可能，伊一定走足紧诶啦，因为伊嘛是要爱伊诶命。当然这是较高深诶善良诶法门啊吼。啊，至少咱对人、对六亲，哦，迄六亲是足无简单诶呢。安尼才会当聚在一起。虽然无我无想要结开球哦，但是咱若好啊，甲伊应用，其实迄拢会变
迄拢会变好诶咧。等下，互我才来甲咱引证啦。因为只要修，修哦，到尾也上悬就是智慧。所以咱这叫做启慧班嘛，咧开启咱的智慧，由明理来进入即个智慧。所以内底吼，我提出来讲，爱开即个脾气，甲起即个毛病嘛。敢有人的脾气甲毛病足古锥的？我这脾气又够古锥，又够可爱，敢无？无啊，够苦诶！可恶！为虾米那安尼遮大脾气？若讲种话，若讲种吼，遮尔无明诶话，若讲这无应该讲诶，讲这哦，安尼点点点啊！所以脾气甲毛病拢无个，但是偏偏每一个人拢有脾气，每一个人拢有毛病。当咱咧讲人诶脾气甲毛病时，咱家己敢有？比伊搁较大，比伊搁较济，那安尼要安怎？咱拢共存，安怎共存呢？我包容你。当咱包容人，人就会包容你。咱敢要相信？互我来讲一个真正互我发生的故事啦，但是咱吼等下讲啦吼。这脾气甲毛病一定爱改，一定爱去除掉。咱敢有看佛菩萨有脾气甲毛病？无啦，你袂看咱的弥勒祖师示愿互咱看，叫做笑口常开，叫做啥？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笑口常开，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哦。感谢慈悲，若要接话哦，真正爱撩骨来秒伊咧。比如讲，互我即嘛吼，就是做爱笑的啦。我笑点有够低，拍一个左笑，规工拢拍1点钟、1点钟拢伫遐笑咧，就足好笑啊！笑1点钟，咱敢知这运动5脏6腑拢动着呢？因咧外国人爱去开钱哦，叫老师教伊笑10分钟，笑20分钟，规个吼，规一日啊，在遐笑呢，咱敢知？遐开钱呢？但是互我吼，感谢天恩师的吼，去拍桌球拍1点钟，笑1点钟呢。神灯河嘛笑1点钟呢。笑是足简单佮足好的运动呢。但是偏偏哦，咱若拄着人的脾气、人的毛病出来的代志，咱敢笑会出来？笑袂出来，要安怎？所以爱练啊，爱修啊，尤其是咱。照安尼讲是讲，咱袂当互别人笑袂出来啦。有时咱会互人笑袂出来，咱家己毋知啊。因咧好比别人互咱笑袂出来，咱足艰苦的啊。咱敢捌想过讲，我哪会互别人笑袂出来？因为我有脾气有毛病啊，是无？所以讲吼，这叫做一种反省的能力啦。拄则，这反省已经来到修啊啦，伊毋是讲在明理的阶段啦，明理。是学道理、学方法的阶段嘛，但是反省是一种功夫，伊毋是一种理论。所以当咱若要反省，咱就无声，真正诶。咱若要反省，会晓关照，再加一个关照，咱就拢人咧讲啥，咱拢无声。为虾米？因为咱知影伊凊彩在咧无欢喜。这等下哦，你讲单的哦，就过啊，伊袂等规工诶，绝对不会啦。你看人以前苏格拉底咧，因某生气甲哦，佮用水甲泼，你敢知？因咧学生讲哦，老师你若修养遮好呢，你有法度忍受你即个太太，拢袂交伊离婚，也袂甲伊安怎样，嘛甲伊骂啊。伊都甲你骂得不得已，结果都已经不得了，佮用水甲你泼呢。因苏格拉底甲因咧学生讲，你是都毋捌听过讲哦，雷公若等了会安怎？会落雨。伊叫做幽默，这叫做人有修养，这叫做有修养。伊永远是伫想对好的方面去。敢有方法达到安尼有啦。无人圣人仙都是安怎出来？人迄专家学者，人迄遐敖的人是安怎出来的？伊迄敖，即支手机也就好啊。伊讲互我听一个讲师咧讲，足趣味的讲，即摆佛教的法师拢安尼讲以前吼三宝叫做归法归
归佛啊，归法啊，归经嘛吼，叫归三宝啊。伊讲即马拢搁出一个第四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经，搁归依手机啊。因为人拢袂当离开手机啊。啊，你互我徛讲台吼，若有即个手机啊，就搞定啊，拢毋免印纸，因为拢个放入即内底啊。所以互我拢嘛爱举一个手机啊。啊，手机啊，你会晓用足好用啊。但是一般咧讲吼，拢不客观啊。我会甲伊讲，这偌歹拄偌歹，这安怎？啊，互我感觉非常好啊。所以这是人的想法，会影响讲你要安怎讲，你要安怎讲嘛？你到底讲的是大，讲的是细嘛？你家己正用是非常好啊。啊，你若家己学白用，当然你无好，因为顶面啥物无所不就的无，你拢看会到啊。啊，要互人学歹，要互囡仔学歹足紧啊。事实是安尼，啊若啊啥物，这顶外啥物功能拢有啦，你若会晓用哦，啊啥物物件就拢环保啊，你都毋免印纸啦，毋免啥物都毋免啦，甚至有诶人毋免摕档案啦，用手机啊就会当接啊。但是即只互我诶手机啊无够急速啦吼，啊即只互我嘛无学啦，所以这是种种拢是学习啦，就是真正行为诶一种诶即个实修啦吼。因为时间足有限诶吼。他提出来讲修的即个方法，因为咱讲家庭嘛，家庭上有父母，还朋友、兄弟姊妹、弟辈，还有子女，安尼即叫六亲嘛。啊，咱生活诶拢，咱的家庭，咱接触诶拢即六个嘛。像互我诶手机啊，拢送咧卡，朋友一定是有做嘛，领哩嘛是点万事拢是有工课才联络尔嘛。啊，无通常恁诶手机啊，拢送咧甲恁卡。恁翁啦，恁祖囝啦，恁囝啦，恁孙啦，敢是安尼？啊，这上亲的嘛，啊，你上亲的即马爱变哦一家亲，规个借着别研究哦，有啥物规个拢化解，借着即个机会呢，无以后真正无机会啊。望啊个冤冤相想风波，几时休轮回有知识，安尼足可惜的吼。所以六祖甲人家问讲，啊，伫在家，伊讲。你在家就当修啊，毋免着出家啦。你看要接别样的法门啊咧，佛教到六祖来，你看袂着七祖的经典啊咧。因为伊着对别样暗传啊吼，七祖伫咱的别样的祖书，咱去写64代祖书甲看着拢有啊，有一尊一尊，佮有介绍，拢写甲足清楚的。啊，所以讲哦，即个在家吼要安怎修，人就家己问啊，在家要安怎修，伊才提出来几句吼，这是。伫第三本《移民品》的尾啊，遐讲的吼，伊敢讲几句啊尔？伊讲在家有恩父母，人个孝用爱有效啦。爱有效有时阵咱也知拢上慢啊。啊，毋知的时阵父母搁伫诶，知的时阵呢，父母已经无伫诶啊。人生总是遗憾啦吼。啊，父母。恩为虾米讲足大？父母恩情难报，真不过写即段父母的因缘呢？为虾米呢？因为互学到即种年纪，才感受着讲，伊一世人内底，当然过去世无神通毋知影吼，未来世嘛不可知啦。伫即世人内底，伊对咱的情甲爱，永远拢袂变的。就是咱的爸爸甲妈妈，因为翁仔某会离婚，爱情会变质，因为兄弟姊妹，王经理讲的，未结婚叫做兄弟，结婚了叫做厝边隔壁，伊拢会安尼讲啦。啊，啥物意思爱家己想啦吼。兄弟姊妹的感情嘛，因为结婚，因为中代而产生了变化。啊，子女伊若是结婚以后，伊嘛是会改变。但是作为父母的，伊一生一世，伊一世人对于子女的爱，永远拢袂改变。所以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一定爱听吼。阿母的手，阿母的手。
相亲，无人比较忧愁。我草落去相亲，在我的心，转把心事情亲像天水来我心无情意，无分寸情，听心无理由。我的双手，无人比较忧愁。痴痴我的相亲，在厝内，梦着他的心，转把心事情，亲像天水来我的心无情意，无分寸情，听心无理由。为着他的心，转把心事情，亲像天水来我的心无情意，无分寸情，心无理由。这是写了非常好的一首歌吼。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当然，天下间无不是的父母，也许有的父母伊是特殊的。啊，特殊的情况其实有特殊的因缘。通讲特殊的事情要特殊的解决，啊，特殊的路段要用特殊的灯号。因为人间总是有一寡特殊的，以正常来讲，其实拢安尼啦。所以佛陀讲父母稳重难报，世间的人甲伊写出来这首遮尔简单的一首歌，其实会互咱真正事实阿母的手就是安尼啦但是有时阵咱知的时阵已经上慢啊啦，所以讲咱在座的诸位弟兄哪个还未慢呢？咱尽量去甲伊体会啦，因为等到有一天。咱知影真正是安那，即条歌咱其实唱得会好嘛嘛唱袂落去，因为事实上就是安尼啦。到落来就是讲义，义节上下相邻。这义咱叫义和线长嘛，成员山。人讲人爱有情有义，一个家庭爱有情甲有义，但是咱真仔看有时阵六亲不和啦。啊，无情，佮无义啦。为虾米？因为为着钱啦，为着利益啦，真啊，在可得啊。啊，着有钱，啊，着无道啊。啊，伫佛堂内底，甲人呼吁，即种义的物件一个人只要有恩，佮有义；有情，佮有义，伊是流芳千千万万代啦。但是钱，一下着用无伊啊啦。人若甲咧拼输赢几千万的、几亿的，一年呢都无去啊！你像咱即卖有咧踢足球啊，全世界拢咧封世足啊！世界的足球比赛啦，有
有诶签50万，你昨下啊甲我讲，啊一个签50万啊，以后迄个做一堆赢哇，无伊啊，50万吼，若伊上班咧，你看伊趁偌久啦，钱实在是非常短暂，可是有稳有情有义，却是千千万万岁啦。伊即个价单吼，叫做迄句话佫袂记一字啊啦吼。就是讲，伊迄个倍数吼，是比钱大甲毋知几万倍就对啊。啊，所以即个字吼，互我读明珠的时阵吼，煞读着讲明珠伊有一个要害伊性命、要爱伊性命即个后母嘛，啊，搁伊的小弟。啊，其实这后母毋是伊的亲生妈妈呢，甚至伊的爸爸搁爱伊的命呢。可是为虾米大顺的孝会感动天？大顺的心中吼，拢是好的，伊无歹的。伊到甲伊真正做皇帝的时阵无，伊是算尧帝传互伊的时阵，伊甲伊即个唱吼，就是伊的小弟。啊，伊这个应该毋是亲小弟呢，啊是若纵然是亲的嘛，共爸，啊是无共款的老母。啊，毋过吼，伊煞拢是要爱伊的命，甚至搁要爱伊的某呢。因为吼，伊的命若甲顺帝若甲害死吼，伊迄两个某就是伊的啊嘛。心肝吼，真正足歹的就对啊。啊，若讲咱拄着即种人哦，有一天咱大富大贵啊，咱会安怎？啊，你歹啊你，咱讲的，啊，连续叫上尾啊，叫特别歹歹人啊。顺帝敢有安尼做？顺帝等甲伊大富大贵，就是讲伊已经接尧帝的位啊。伊甲伊的小弟皇帝应该互伊的，伊拢总互伊。结果边仔人拢看袂过，伊讲即个人是伊知你的性命，你怎啊哪会当对伊遮尔好？顺帝讲一句话，这伫明珠拢看会到哦。伊讲无有一个兄哥，伊足好过，然后互伊的小弟足凄惨的。好汉哦，就是嘛有一个弟弟哦，真正是做伤脑筋的就对啦。但是有一天，互我竟然去讲哦，顺帝伊即个作为，有一天，互我突然间一个念头哦，煞去甲对伊开启出来，去想着顺帝有讲过呢，无有一个兄哥足好过，互伊的爱伊的小弟煞过足凄惨的。自从安尼了后，我对迄个弟弟哦，迄念头规个拢放下。伊只要讲啥，互我做会到，互我拢会帮伊做。你敢知影？互我即个小弟即马变一个人呢？伊会讲：姐啊，你要啥无？姐啊，我入金门呢，买2包贡糖呢，我2包贡糖要互你。伊会答应呢。伊早若是接伊的电话，就是姐啊，你敢会当借我2000？姐啊，你敢会借我3000、5000？伊就是拢要借钱的。即摆若电话卡，拢物件互我个咧，一个念头的转变哦。真诶，所以为虾米修道是修即粒心啦？啊，当然这是较悬的一个境界啊。但是哦，咱先学的是方法。互我打去想着讲，哎哟，顺帝讲，无有一个兄哥伊足好过，煞互伊的小弟过甲足凄惨的啦。哦，甚至迄是要爱伊命，阁有以前对足无好的小弟，莫讲是咱正常的6亲兄弟姊妹，这叫做义，这叫做有情阁有义。所以大顺哦，伊的孝，伊的义感动天地。所以讲以前故事毋是有流传吗？大顺哦，工课咧做袂完，飞禽鸟兽拢来帮伊做呢。哎哟，咱时啊应该嘛有画，啊，佮一寡庙宇拢有画。这就是伊的孝，伊的义。留伫永远的一个证明，哦，啊，咱互我提供，互咱做一个学习啦。啊，人爱会感恩，爱学，会感恩，爱知影啥物是恩。啊，咱家己爱施恩互人，啊，爱讲情讲义，毋好为着其他的物件，互家己煞做出来，毋通做一个无情佮无义的人啦。吼，讲开是安尼。那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所以互下上尾啊，叫咱做一个结论。这是咱的济公老师最后送人的一句话，因为真爱袂阁现身，伊早现身来伫咱爱上啦吼，迄叫做趣味的，伊即马拢袂过来啊。
哦，若有看伫梦中甲你讲的，伊即摆拢袂来现身啊！伊最后留一句话互咱在白羊修行，行有不得，有啥物代志袂顺畅、袂好势，该反求诸己，拢爱反省咱家己。其实千错万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咱若是无学习，袂晓感恩，袂晓知足，无明理，千错万错，一切都是你的错。一切拢是别人的毋对，所以咱若拄着代志，拢咧讲别人，拢送安怎安怎，所以我才安怎。实际上其实倒变，是因为咱先安怎安怎，外口才有跩代志安怎安怎，这是事实啦。因为时间上就已经到啊啦，因为互啊，以后若有机会再搁用一寡实际的咧吼，即种感应，即种咱的内心安怎会感受着外口？伊事实上就是拢照咱内心安尼咧。一种念波咧走诶，这是较悬诶一种诶修行诶境界，啊，毋过伊事实伊就是存在诶啦吼。啊，所以互我今仔日安尼讲甲安尼啦吼，若有迄个讲了毋对，啊是讲了互我无针对啥物啦吼，请咱注意真诶内底万我袂想啦吼。啊，互我是希望咱大家身体拢足健康，啊，大家呢拢会当迄个。拢会当明理，啊会当即个继续来即个佛堂学习啦吼，啊，咱的道务伊会当吼足方便的，安尼互我着最后甲咱做即个祝福吼，谢谢。大众请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请护前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请坐下。喂，咱红电视哈，真电视，咱各位领人，咱各位收听，同修台顶，大家午安啦哈。因为今仔日哈，有咱着好点，咱的林雪娇林讲师哈。甲咱开始，甲咱注意。当然，伊今仔讲的道理是咱白羊的地主，伫咱修道这个家庭，变做做一个这个结合。我相信讲，大家拢有体会到，人生最幸福，毋是你的权势偌大，毋是你的金钱偌济。是你的地位偌好，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咱这个家庭会当，咱讲圆满，咱讲夫众夫随，夫慈子孝，这是咱一个家庭上个重要。我请问，什么人要个家庭快乐？什么人要个家庭圆满？若无爱人举手，我看卖啊。咱若拄着家庭出问题，咱拢会足无奈，敢嘛足无助，敢是安尼？实在我前世人吼，来做偌济歹代志，这世人才会安尼。迄叫做自叹，迄嘛叫做自卑，敢是安尼？拢会自叹甲自卑，啥会自叹甲自卑？因为咱拄着苦，无法度去讲互听。就家己自叹自卑，无要讲互谁听。即个人讲，即家己的囝，家己的人，无要讲互啥物人听。所以有较苦，咱嘛爱家己吞落，咱嘛爱忍受，敢是安尼？有阵时目屎流流咧，飞飞咧，
总是日子嘛是会去过。这叫哪？这叫做忍耐，叫做忍受。忍耐甲忍受，无代表你接受哦，迄叫做委屈。忍耐甲忍受内底，代表迄委屈恁内底委屈啊。但是你著委屈要求全，委屈你委屈家己要求全，迄毋是简单哦，迄个毋是简单的工课哦。但是最上个重要就是安那，人讲反求诸己，不求诸人。答案伫对一个所在，答案咱拢想伫外口对不对？我的囝就安尼啦，向坎歹去啦。我的囝吼向善歹去啦。我的囝吼去含迄个家庭吼，含迄歹囝囡仔行了去害啦。阮的翁无代无志哦，什物人出来啉烧酒啦？阮的什物人话拢安怎？咱拢讲伫这里对不对？拢讲伫外口，拢讲伫外口，因为咱毋敢承受讲伫咱的内底，咱毋敢承受伫咱内底啊。因为咱承受内底，咱有足侪家己袂接受的物件，因为你无爱听到迄物件。你感觉讲你迄个囝是你生的？你感觉讲迄个囝是你生起来的囝的内底当中会歹是你的问题？你感觉去接受这个问题？大家嘛拢毋接受这个问题，但是毋是接受问题，你都找不到问题啊！你要找问题嘛？无找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要找问题，要哪解决问题？要找问题，你就要解决问题。我都毋甘愿接受这个问题，你永远问题嘛袂解决。敢是安尼？永远问题嘛袂解决。问题就出伫咱家己，咱的家庭。你的囝敢毋是你生？你敢毋是你老爸生？你某敢毋是足甘愿去娶倒来？你翁敢是你足甘愿去甲嫁互伊的？你毋甘愿嫁互伊的？你敢是安尼？你讲你足甘愿娶你这个某，还是你毋甘愿你硬甲娶倒来？你迄个囝我都无爱这个囝，我硬甲生出来。你敢有安尼讲？绝对拢无安尼讲，对不对？我嘛是甘愿娶来啊，嘛你甘愿嫁啊，囝嘛你甘愿生啊，有甘愿生无有啊？无甘愿你袂娶某，娶你要爱迄个某啊，无甘愿你袂嫁你要嫁迄个翁啊，若无甘愿你袂生你家己生迄个囝，所以一切拢是家己甘愿啦。但是拄着问题咱毋甘愿，拄无着问题咱毋甘愿，你毋知讲迄个叫因果链内底。你毋知好有因果链内底，所以你今日来甘愿，一句话讲欢喜做，甘愿受，这代志拢会当解决。因为甘愿你袂怨叹，甘愿你袂不满，甘愿接受你袂有是非，你因为要安怎去偷你家己过去做的这个业这个锁啊，你要安怎甲伊上去偷，对不对？我这囝会安尼，一定真世人我甲伊冤下嘛。我这囝来互我去咯，会来甲我友好，这拢有关系嘛？我嘛想讲啊，过去的囝你生来甲你做友好，我甲你恭喜，因你好积极。这囝生来毋听你的话，甲你不好，你家己来检讨。敢是安尼？咱过去要积极来嘛？这就是问题啊！但是咱拢伫这个表象要看，咱拢无看到迄个后壁迄个，因迄个物件看袂到，迄个物件咱嘛无爱去接受的物件，是你无爱接受。我毋对，所以人讲一句安怎？好的孩子是来自一个好的家庭，敢是安尼？问题的孩子是来一个问题的家庭，有句话无？问题出现在一个所在，敢社会互你的？敢社会互你的？敢学校互你的？敢什么人互你的？人迄摆要互你，你才要甲接受，你太戆，你太遐戆。是安尼要甲接受，因为毕竟毋是遐互你的，因为迄有因果链内底。有咱这个家庭，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一个老爸会食薰，你讲这个囝袂食薰嘛？我比如讲啦，一个会食薰啦，一个会食薰的囝，这个囝袂食薰嘛？一个囝会食槟榔，一个老爸会食槟，这个囝袂食槟榔嘛？
一个老爸会跋筊，这囝袂跋筊吗？只是讲，互你讲，毋是100%，但是大部分拢会。这是安怎？来自于原因来。迄个囝脾气作歹，迄个老爸脾气也无好到对对。你要想无？迄个囝脾气作歹啦，迄个老爸脾气作歹啦，迄个囝脾气无好到对对去。迄个老爸脾气作歹，迄个囝脾气无歹到对对去。这有因果链来。啊，问题咱就找着袂？如果今仔日了找问题，对你自己家己下功夫。我过去就是做啊无好，我真要改变。我过去会错人，会骂人，我改变，我要改变会错人会骂。我过去拢会讲人的歹话，讲人时，我千万要讲人时，讲人歹话，这个你甲改起，自然所有的物件拢总转过，含你有关的拢总转过。我今仔日过去毋对，食薰毋对，跋筊毋对，食槟榔毋对，做歹代志毋对，我拢要甲改起。无偌久上来，你的囝，你的手脚影响，迄拢总改过。阮老爸较早，阮老爸甲我讲，伊较早是讲食2包，请食2包粉。但是个当中咧，自救就倒了，伊怎改起？改起了后，咱同学迄个时阵，对爸爸的食薰啊，一个咧当中食2包粉，这个食2包粉，咱算袂少咧吼。但是到尾人伊真正改起，2包哦，伊改起。咱同学大新开始嘛，有咧，人伸手牌，你听有无？人拄来咱就举蹲过来咧，举迄个伸手牌。但是我到尾啊吼，食这无啥物意思，食袂到啥，我嘛袂爱继续去放开。所以物件拢因为今仔日咱白羊拄则咧讲白羊的这个家庭，什么叫做白羊家庭？青羊、红羊、白羊，就是咱今日现在一贯的地主，简单讲就是啊。像咱一贯的地主内底当中，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咱一贯的地主，咱的家庭袂幸福。问题出伫倒一个所在，敢是出伫咱道场互咱呢？毋是出着咱个人无改变，无真正受到改变。啊，咱若真正受到改变，其实来讲起来，因为咱的家庭、咱的命运、咱的环境，一直转。你一世人拢做善啦，无迄落讲，你的命运永远的歹啦。你一世人拢做恶啦，无好，你的命运一世人拢会好啦。干人讲就是安尼啦。人社会讲一句话安怎讲？做善的较有底啦，有无？做善的较有底啊！你甲看你做戏啊？你做戏啊？较早我细日的时阵，咱有看迄大戏，迄苦弹还是迄好人拢我歹人抽甲作弊啊，对毋对？啊，歹人拢做恶做毒啊，夹尾安怎？落酷啦，夹尾落酷。安尼啦，安尼啦，迄较早老人讲的嘛，但是迄出去你会注意迄出去到结束，迄出去，迄个歹看无着，若无着恶报啦，迄出去无成功，迄出去无成功啦，迄出去了失败，迄出去做煞，迄个歹人啦，佮做，人讲的是啦，做嚣摆就对啦，做有迄个关系啦，即出去做无成功，一定即出去到尾啊，就是一定即个歹人。虽然头前互欺甲忝，嘛骗甲即个安怎行甲忝，但是到尾即出去，迄个受委屈的人，一定爱做着好，即出去叫做成功。安听我的意思无袂？咱一个人，你会注意，阮老爸、阮阿公，到我即个一出去。只是阮阿公过去，阮的家庭作歹，阮阿公、阮阿爸一直世人一路来就是做善德。阮这个家庭袂歹个，对后壁来一定袂歹到对。阮的阿公、阮的阿祖、阮的老爸过去若拢总恶势人，害人放火。后起来伊的囝儿的事实绝对袂好到对去，收到就是讲这个事实。收到就讲这现实，
修道毋是咧讲好听，针对迄个事实，针对迄个现实去讲，啊，但真正改变。如果今日若要甲讲迄个好听，大家想法拢讲别人，含我连甲一点关系都拢无。那安尼永远你就是袂改变，咱永远就是袂成就。咱今日听道理是毋是要改变的？咱听道理是毋是要把咱的命运要甲改变好诶？要互咱尾会当得到解脱的？咱是毋是要做这项货？那个白羊的地主甲修道有啥物关系？就是讲安尼。啊，无你才来做白羊的地主，你才来做咱一贯的地主，你都毋免啊！小人弄东差，咱就甲去弄东差，你听无？即卖的时阵啊，讲迄个大甲妈祖，即卖的时阵啊，去迄个嘿哦，讲咧，讲咧弄东差是毋是安尼？我乡下咧创啦，我毋知啦。讲300只的迄个呐，屁船啊，咧接迄个妈祖，敢毋是安尼？有漏月都无？有漏月。人去路边的当中，迄煮灰牌的，你要食啥物物件，拢总有，迄拢免钱的。吼，咧迎接妈祖，有漏月都无？哦，我头放几纸有够漏月。但是我请问，当然我毋是讲无啦吼，迄种信用也袂歹。但迄个信用真正对你有改变有无？迄个信用对你有加分介济有无？咱若看一个信用，咱若看一个即个物件了后，咱有感觉讲，咱的社会要改变，是带一个信用尔，社会要改变。乌道原则是乌道的，美丽因内底当中，离乌道的美丽顶头原则是咧美顶头。你做歹代志，原则做歹代志，啥物帮，原则拢美丽来，咱有改变无？啥物帮来来美丽，咱道中伊会改变袂？绝对改变。咱道中都无咱道中都无啥物帮的市场互伊啊！来就是要叫你听道理，来就是要改变你毋好的行为，来就是要改变你无好的心念，就是要甲伊讲这物件。啊，伊即个物件，伊若改变伊了，伊若改变，伊若袂改变，伊绝对困袂掉。各位前的，咱是而这前辈啦吼，咱这几年敢知影？咱这几10年过啊，对不对？这几10年过安尼，咱若较做坐袂掉，咱自早就害出去啊。咱若无同类的啦吼，同类咱自早就走出去啊。我听恁这听袂晓，人家来弄洞叉，迄后哪会，啊恁大这也无哪会，你袂晓，是安袂晓。不懂不是为谋，不相为谋啦吼，因为。志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讲你今日你爱的物件就是迄个物件，毋是真正你要受改变，毋是真正你要修好你的9贤7祖，哦，会当得到福报。你毋是要舞这工课，你要舞你现在欢喜的，安尼受得到得到效果。所以咱今日白羊、白羊地主啦，白羊地主啦，要咱建立一个幸福家庭，安听无？白羊的地主是咧管道，免咱建立幸福家庭，就是要把咱今日去管道的地主内底当中，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传光明灯，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传光明灯，互你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拢光明，你每一个家庭无黑暗，你每一个家庭拢快乐，你每一个家庭拢幸福，安尼你当真正有得到真正意义，你嘛当真正。但是我甲你讲。啊，用心，第一期间袂当看到，因为修到学到毋是长期间。一张刀啊，踮咧，毋是你踮咧门仔就当生刀出来，你遮无可能。你当真甲行落，你一定看到个答案。哦，这是因为今日哦，咱伫修法道内底当中，真正爱用心，嘛真正你得到宝，你绝对不要后悔。你得到宝，你一定爱真正。你一定要真正肯定，所以人讲一句话，讲安怎？你已经押对宝，你已经跟对团队，你得到宝啊！你含这定就是行菩萨的路线，行菩萨路线。所以我常讲，人生有3种的重要的物件。第一个物件就叫做信用，第二件叫做受用，第三叫做修行。我得重复复一遍。信用就是讲，我来信用对一个妈祖，信用对一个菩萨，然后甲人牙相对白。修用就是我家己修好，我无管待别人。我家己修好，我脾气开好啦，我嘛这叫做修。修行就是修家己，去度化有情的众生，这个
咱今日咧行，就是咧行修行的路线，就是讲我今日家己要修好无大吉，我要来度化有情的众生，有情的众生含我会当迎上人生的角落，这是因为咱要行路，但是这条路是无好行，要行工袂确实无好做，但是无法度，你咧行的层次甲人的层次无相像，安尼听有无？读博士甲读国校迄个啦，压力无相像啦吼。阮一个阿孙呢，去读迄个叫普洱高中，内底有22班，内底有7、8班的，伊连咧班拢读第一名。即马去考虑北一女、北一女啊。吼，伊讲读啊，讲安怎好人得咯。伊讲吼，而家见考拢100分、200分，即马考50分，压力有无？啊，听讲迄个考50分以上来考，大拢考会着啊。啊，你有相像有无？无相像吼。我咧讲安尼听有啦吼。修行的路线，甲信仰的路线绝对无相像。咱一定要接受这个压力，啊，听有无？所以啊，祝福咱各位大家真正点燃耐力，人真正行上了人生这个足重要的角落。好，各位，谢谢。大众请起立。谢护前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心意义和，爱想单位12月份启慧班班员者，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燃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慈悲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燃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